塔什库尔干位于帕米尔高原的东部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南部。这个位于穆什塔格峰下的塔吉克自治县，是我国塔吉克民族的主要聚集区，人口35000余人，其中塔吉克族占到总人口84%以上。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面积达2.5万平方公里，平均海拔4000米，是新疆海拔最高的县城。周边与巴基斯坦、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国接壤，边境线长888公里。塔什库尔干县属喀什地区，距喀什市290公里，中巴国际公路从县城穿过，交通十分方便。塔什库尔干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，并以旖旎的风光、多彩的民族风情和热诚的塔吉克民族著称，长期以来吸引不少中外游客到此一游。现在让我们共同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和风情。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成立于1954年，距今已50年了。这个我国塔吉克民族主要聚集区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塔什库尔干县位于帕米尔高原的东部，平均海拔4000米，是我国海拔最高的自治县。塔什库尔干意为石头城，位于祖国西北边陲的县城，历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据史料记载，古时称蒲黎、德洛，到了公元2、3世纪，这里为接盘陀国。唐朝时设立葱岭守拙，到了宋朝，这里属于我国西辽。元朝初，是蒙古族所建立的察合台汗国的一部分，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叶。清光绪时，置蒲黎直隶厅及色勒库尔回庄。民国2年建立蒲黎县。解放后，1950年成立塔什库尔干县人民政府，1954年成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。走进塔什库尔干县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平坦笔直的柏油马路，两旁是挺拔秀丽的白杨树，接着是一座座现代化的建筑，医院、学校、办公大楼、银行、宾馆、商场鳞次栉比。衣着鲜艳塔吉克族服装的青年男女和老人，脸上露出微笑，在为自己的目标而奔忙。在县城的中心，一个近20多米高的塔式建筑物上，有一个展翅欲飞的铜铸雄鹰，象征着塔吉克人在上级党委和县委领导下跨入新世纪的雄心壮志。在旁边有一栋3层的建筑，是塔吉克族文化艺术中心，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。艺术中心内有可容纳上千人的多功能活动场所，有塔吉克族民俗、文物、建筑成就的展览和展示中心。如果说1300多年前建成的石头城是塔什库尔干县过去的标志，那么这座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新建筑将是塔什库尔干县的新标志。新建筑的屹立表现塔什库尔干县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过去只有一条马路的县城，现已有了纵横交错7条16米宽的柏油马路，总长达15公里多。过去只要几分钟就可以逛完全县的马路，而现在要走上3个多小时才能走完全程。
过去用鹅卵石盖起了小房，如今已用混凝土和砖木结构盖起了一片一片的新房，建筑面积达19万平方米。除国家投资外，私人投资就达1亿多元。过去靠马、牦牛和骆驼传递信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现在人们用上了手机、电脑、传真等先进的通讯工具，在几秒钟内就可以与世界各地传递信息。塔什库尔干不仅有旖旎的风光、勤劳勇敢的人民，而且有丰富的矿产资源。县委和政府已把塔什库尔干的产业结构做了重大调整，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，欢迎有志之士来塔什库尔干观光旅游、投资开发，建设新的塔什库尔干。